老师，这么酷！哈哈，这就是咧训练台语小剑士对抗魔王的所在。小剑士咧最后3秒钟拍败魔王咯。老师，我有问题，物件咱在涂骹的涂骹，台语的字要安怎写？咱台语的字，咱会写咱的这个死这个选项，哦，糊涂的涂。来，你甲看，这是辣椒的点心。啊！哎呦，碰老师，人是咧播歌戏啦。台语百面通，会当熟悉高人，还有台语 rap， 哪唱哪学。上赞的就会当拍电动，哪算哪学台语。欢迎各位加入台语百面通台语小剑士的队伍，做伙学台语调换英雄。